个消息，咱要带大家做伙来关心的，就是美国、欧洲甲乌克兰，这是三方伫个瑞士来悄悄停火。美国国务卿鲁比欧讲，这有可能就是目前上有意义的一天啊。因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表示讲，这美国呢有听到乌克兰的记录，所以来修正草案的内容。也毋过这份草案也是互外界讲，对罗西亚实在上好啊。 这边日内瓦的会谈重点放伫咧川普政府所提出，也毋过也搁伫咧修订的停火架构。美国甲乌克兰代表团就条文一点一点伫咧检视，少少无共意见。欧洲几多个国家也公布伫瑞士甲乌克兰协调立场。美国强调，谈判已经对大方向建立一条一条讨论，草案愈来愈晚正式定案。乌克兰讲，美欧欧协商有实质的内容，毋敢若是单向接受，有甲乌克兰的核心需求放入去。 Сьогодні день багатьох зустрічей і перемовин. Фактично від ранку дзвінки, наради, консультації. Українська делегація в Женеві вже провела ряд зустрічей з американською стороною. Також з нашими європейськи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. Зараз була доповідь делегації за підсумками розмов. І це були ґрунтовні розмови, багато. 不过，草案是毋是当过关，还佫卡伫咧几个敏感的红线，包括领土的问题、军力的规模，还佫未来的安全保证。进前团在版本互人批评是偏向罗西亚这边的需求，真正是愿望清单，也引起美国国会内部甲欧洲民国的议论。这边伫日内瓦的重点是放伫咧还未讲好的条文，一条一条讲到瓦群结论、调整文理。 卖互乌克兰被迫答应无法度接受的让步。美国讲有几项议题爱交互元首的暂结决定。 And we have achieved that today in a very substantial way. Now, obviously, like any final agreement, they'll have to be agreed upon by the presidents. And there are a couple issues that we need to continue to work on. But I think the report today is that I think today was worthwhile. It was very, very. It is probably the most productive day we have had on this issue. 因为欧洲盟国也无过再被动接受和平计划，法国、德国、英国等国家甲乌克兰伫日内瓦公布会谈，要求任何的安全安排，就会反映欧洲的安全甲利益，也个乌克兰的主权选择。 欧洲的压力和这份28点计划，就会保留一寡修正的空间。乌克兰谈判代表讲，新的版本有反映出几乎大部分的关键优先事项。接下来几天，谈判会继续进行。美国设定的期限虽然已经正晚，不过大家拢伫咧为会当接受、会当当久的停火，找出上尾的底线甲交换条件。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。